换老，好来手机啊遮，先 copy 线顶文本，线顶文本，线顶文本。先甲恁设定做 make a moderator， 好，安尼过来是我的线顶直播 ，copy URL， pin link。打起来，link， 好，安尼，顶回讲读到第26页中段是倒位咧？我看卖啊，较暗彩衣清楚吼，就倒来。妖袂入门，真生因阿公坐伫门口埕，笑外长的喙手若热咧，温柔的声甲伊讲，后客地啉嘛，迄先妈祖婆咱大头的，甲伊请去府城互英国牧师啦。打倒啊，天变地变，无要紧咯。真先叫大川前妻的囝做奥克地，好，奥克地吼，我袂记伊个外号吼。有一个本名我已经袂记啊，咱一定会读着吼。伊后壁叫奥克地吼，原来是咱嘛袂当讲伊歹囝啦，就是讲做代志欠考虑啦吼。咱以后会看着吼，运气原来无介好诶吼。好，迄时来对即段开始吼。迄时听一个面碰西西吼，志勤伫内面看一个，在想大川若倒来，宝会食伊的拐仔头，我咧看即个宝会是毋是 ？Perhaps 吼，或者是会啦吼，应该是啦吼，应该是即个意思。宝会食伊的拐仔头，好，咱一字一字来看吼。老卡朋友欢迎吼，你当看我顶头YouTube share link 有画面吼，你则倒咧看迄个白话字。若无就是用我打迄个线顶的迄个 link， 家己去显吼。即嘛读遮吼，迄时听一个面碰西西吼。即种形容其实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啦吼，或者是讲我家己嘛袂晓安尼用吼。碰西西，因为阮讲啊，你面碰西西吼，等于即只什么意思？即只是咱你先理解即只是什么意思？迄时听一个面碰西西，志勤伫内面看一个吼，在想下远大川若倒来，布会食伊的拐仔头，即个布等下再斟酌看我无啥知要怎读吼。布会食伊的拐仔头吼，所以你看吼，后壁的结果显示讲是即个老大家真生气嘛吼，举拐仔头讲人啊，绝对是生气吼。迄时听一个面碰西西，所以老大家听一个面碰西西，意思就是听一个气噗噗啦吼。但是我毋捌听人安尼形容讲气噗噗啦吼，碰西西吼。一般碰西西，我听啊，敢若较古水的讲法啦吼。
讲哎哟，啊，这个囡仔遮古锥啊，安尼面啊碰晒晒吼，会安尼讲啦。我毋捌听，我生气个碰晒晒吼。好，中文华语有一条做吹胡子瞪眼。嘿，当然咱会当理解啦吼，伊个意思是安尼嘛，就是气噗噗啦吼，迄个碰晒晒已经直接毋是古锥的表示是气噗噗，我是讲我是哈。是面碰晒晒嘛，面就是喙配遐嘛，嘿对，就是气甲规个可能火要倒啊。就是讲我毋捌听人用碰晒晒来形容气噗噗啦，你敢捌听人安尼讲个？哦，嘿，较想要虽然较大，敢若我毋捌听人安尼讲，啊气甲碰晒晒，口语上捌听着，较想我口语上捌听着。嘿啊，气甲面碰晒晒，这我是第一道看着啦，吼，毋是讲第一道，直接才看着吼，迄时听一个面碰晒晒吼。好，伊即段有一个菜谱啦，吼，第一段是1A，第二段煞变7A，啊，而且一个有海粉，一个无海粉。嗯。吼啊，所以天华教授是拢甲伊修正做1A啦，毋是1A。伫即段内底，就是伫即个小小的菜谱。而且即个啊个，你是讲一个面听一个面碰晒晒，即个一个是。嘿，听1A面碰晒晒，看1A怪怪啊，因为志勤理论上，志勤伫内面看1A，啊实际上是看1A啦，因为伫内底看到嘛。我认为毋是，我认为写对呢。啊，第一段是1A，第二段是7A，安尼对。第一段是即两三个进嘛，吼，啊第二段是即个、迄个、即个、即个、即。看即个哦，嘿对，看即个情形啦，哦，安尼讲就可能听有。哦，嘿，我认为是写对，嘿，只是我读的时阵可能无注意到，嘿。面一个啊面变碰晒晒，吼，这是忽然间突然咱来讲一个吼，咱来讲1、2、3迄个，即两三即个，但是我这看即个情形，看即嘛即种办势啦吼，绝对是代志不妙吼，所以即个我认为是写对，啊是，但是看读的人有时啊会，像我拄则无注意看，可能读做小伤吼。好，迄时听一个面碰晒晒，好，安尼到遮吼，伊碰晒晒免过说了，面规个行起来叫做碰晒晒吼，讲行起来有人可能嘛听无。来，咱来查一个吼，行 HANG 第三条吼，行，但你大书顶规说就是建起来吼，就是叫做建起来吼，泥啊行起来吼，迄些夯泥，啦，就上常听着夯泥啊，夯泥就是夯泥就是胸坎较大粒的啦，吼，啊，人讲夯泥，讲查某囡仔夯泥吼，就是即个查某囡仔泥较大粒的啦，吼，叫做夯泥吼。即种台语不原在有的啦，吼，即有的你免家己发明啦，就是有啊，吼，夯泥吼。OK， 所以我拄则想着讲，我想着一个词来讲伊讲赖床，我忽然间想着讲，其实这我英语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吼，赖床。华语有即个词、即个概念啦，吼。啊，台语可能较早无啦，啊，起码你若要用即个词，你要安怎用？来，我伫名称顶烂。嘿，我嘛是。我伫名称顶烂。我嘛其实认为讲赖床，你就直接汉语摕来用就好啊，就是赖床啦。你若要直接安尼讲是赖床吼。赖床，我是用烂。烂吼。烂已经起啊嘛，啊无想要起啊，所以规身躯搁伫啊。安尼可能是人叫啊，是安尼烂，我是讲烂，嘿烂，或者是卖土较烂，NOA 第三条嘛，吼，烂嘿，而且应该是，我记得烂，我会记暂时烂。来，有一个叫做倒的烂吼，倒的烂，啊，另外是白床烂切，够烂，所以这嘛台语大词典的吼，白床烂切，这什么意思啊？白床烂笑，意思是伫咧面床顶
滚架就对啦。所以这嘛不是赖床的意思啦，吼。烂是有翻滚的意思嘛，就是伊鬼手加翻滚吼。啊，所以当然你讲啊，佫毋起已经7碗8碗啊，佫毋起来，佫当个名称，当然烂来烂去吼，当然会使按烂吼。烂啊，所以烂成好，毋知啦吼。当然会使安尼，我认为讲，咱会使本来就是即个词是大家原在无的，咱要家己发明即个词出来吼。看你要烂成偌成吼，我认为拢会使啦。毋是烂成哦，你若烂是变烂成吼，第2条吼。啊，若烂咧，我感觉烂嘛是会使吼。第7条，烂散漫，烂性有无？烂性人真烂吼。我感觉烂成就是会使啊。当然你讲华语就写法变成烂床吼，就是安尼规个人烂死啦吼，伫面床顶搁咧都踮遐潜安尼吼。我感觉即拢会使吼，你要烂床、烂床、烂床吼，我感觉拢会用诶啦吼。好。忽然间想到了吼，因为我拄则才起床尔，我想这台语讲法要安怎讲啊？实在是无想要起来吼。好，好，咱转来小说家吼。迄时听一个吼，即只技能三听，伊是第8条吼，所以你看我读低调吼。迄时伊听一个面碰西西，志勤伫内面。看即个吼，看即个办事吼，看即个在想大川若倒来吼，即群伫内面吼啊，看到即种情形啊吼，气噗噗啦吼，碰西西，在想讲吼，伊伫咧想啊吼，伊伫咧想讲大川若倒来吼，下晡啦吼。倒来，报会食伊的拐仔头吼，即个报会吼 ，POH 吼，嘿，应该是 POH 读做报啦吼 ，POH 毋是 O 的音啦吼，报则是 O 啦吼，我咧摇啦吼，我想应该是，嘿，伊白话字敢有迄种，因为。两个 O 的时阵啊，若准讲后壁有接入声尾，伊敢若有一个原理原则是讲，若准讲无其他的字音，伊就会省略原则之下，伊就用 POH 来代表 POH 安尼。OK。所以报甲报，伊即个字，若要甲伊写做汉字，是卜卦的卜。比如讲，你 LOH 安怎读 ？LOH 是萝卜毋对啊？嘿。毋过就是讲 LOOH， 就是讲伊有一个，当然白话字我无遐尼理解有无即边，就是讲迄个 OH 有当阵啊是 OOH， 就讲爱看敢有 OOH 也有一点吧，但是一般可能无啦，嘿，一般可能无啦。所以伫即搭遮。当然，若以白话字纯粹的写法，伊敢有即种原理原则，就是讲有另外一字是 PO1.H 和 POH 有真差无？敢是有2字？若准讲实际上敢若有1字尔，安尼敢会完啊嘛？就用 POH 来代替，因为即个卜伊就是讲预测还是料想嘛。对无？因为志勤迄个时间袂到嘛，伊就咧讲，若转来时阵，因大家会甲大川拍嘛，即摆也袂嘛，所以就咧料想，即个 POH 就是志勤咧料想，咧猜测，你料想迄个猜测，伫日本时代我看到文献，不哩济拢会用 POH。OK。POH 若要用汉字来写，就是迄个。
爆过来爆，还是就故意炸迄个卡通影片谱派了，迄个谱就是敢若两画尔，一画徛伫咧嘛，啊一点啊你嘛迄字嘛，嘿，对，即字啊你目前若要用汉字，啊若白话字也是罗马字，大概 POH， 啊所以 POH 伊爆是毋是？我来讲，那论真讲 POH 甲 PO 一点 H 心念也是无共款的。来，咱转来，咱你讲的论点吼，爱延伸几啊层出去啦吼。第一点 ，POH 这个音要安怎读？这是应该是足确定的吼，就是读做报，就那个乐吼，乐个吼，啊个啥物？对，吼，拢是读做 O 的音 ，PO， 所以不管你啥物 OH 啦，拢读做 O 的音吼，就算本身就是 OH， 头前拢无挂啥物字音吼，拢读做 O 吼，啊所以是报吼，因为假音啦报，啊你若元音读做报吼，所以就是报时吼，伫你遮读报时，当你读报的时阵，就写法就袂使写 POH， 爱写 POK。就是你讲博写，Q0签博写挂，迄个博读做，就爱读做博嘿。啊，所以呢 ，POH 读做报吼，所以直接即读嘿，即只是绝对是读报，无绝对袂讲有两个音啦，嘿啦，袂讲一个写法就读两个音嘛，无可能啦吼，就是报时吼，啊报的吼，因为爱读元音啦吼，报的吼，报的。我是讲即个报的读元音嘛，报会食伊的罐头吼，报吼，即只是伊个报。啊报呢，这是第一个，你拄则算你第一个问题啦吼。第二个问题是讲即个报，就是就无问题啊。延伸出去即嘛，第二个问题啊，即个 PO 是到底啥物意思吼？就是你拄则讲的，报写挂迄个报，汉字若要，我看大理大书顶嘛是用即个啦吼，就是，但是。因为我即马去查监字典吼，即个汉字其实伊嘛是读两音嘛，两个音嘛，一个是报，一个是报，吼，嘿，对，吼，啊，所以伫遮当然是读报，吼 ，OK， 伊的意思有，就是你拄则讲的吼，就是哎呀，我你拄讲我袂记吼，但是伫即遮大理大书顶差不多意思，伊是讲或是，就是讲或者是嘛，我拄则讲英语可能perhaps， 可能会发生啊。OK， 好，所以安尼应该有清楚啦吼。OK， 嘿，报是安尼吼，例句报是安尼，就是可能是安尼，或者是安尼吼。报加起啦咧，哦，这是大陆老师顶的例句啦吼。报加起啦咧吼，可能加起啦吼。好，而且报会食伊的瓜头哦，可能下晡代志大条，可能会食伊的瓜头吼。好，食伊的瓜头是反转来倒反的讲法啦，是会互伊用瓜头讲啦吼。食啊，即嘛是讲大川做主事吼，会食即个瓜头吼。好来，即段咱来读一下。哎啊，咱今仔日有几个人入来？好。芭比若方便啦吼，看你拢足掂诶。好来，咱来读吼。马文开始，我只看了马文、珊妮、芭比吼。迄时听一个面碰西西，我搁接落读咧吼，所以你爱分出读一个甲即个吼，即两个读法爱会晓吼。迄时听一个碰西西。志勤伫内面看即个，好来，马文。迄时听一个面碰西西，志勤伫内面看即个。嘿 ，OK， 伊的飘音头前加后壁悬，头前悬后壁加啦，是读的时阵头前加后壁悬啦，这是足易到的吼。我知影无识的人吼，这是足易到。来，珊妮。珊妮若无方便，无就芭比。芭比可能嘛无方便的话。芭比讲好，袂要紧，安尼来，马文咱佫继续吼。老卡
秀子老师吼，毋知你若有兴趣要起来无？则我甲你邀请啦，你若有兴趣就再起来读啊吼。好，来，麻烦咱搁继续吼。得想下远大川若倒来，报会食伊的拐仔头。得想下远大川若倒来，报会食伊的拐仔头。嘿，对，好，多谢。迄拐仔头迄片我写读袂介无难引起啦吼，因为拢讲拐仔，较袂讲拐仔。拐仔头好，就是照字读啊你啊，照字读，对，咱爱照字读吼，照字读。哎呦，3年3走嘞，好，秀子老师你若方便啦吼，来。歹势，我是要你讲迄个旁听要听，因为爸比讲伊要画图，我想讲是啥物画啥物图。吼，袂要紧，免歹势。你若方便要倒阮读，我若欢迎，然后当然，伊无我一列零六毋免倒啦，大家斗阵读即个小说啦吼。阮即摆你看的所在，你若有找着，你则有兴趣读，则含阮斗阵读。你敢有找着吼？阮即摆伫你若文本的第26页吼，管子顶头26页，中道毋是中央。我听歹势，我若要理就听。好，不要紧，安尼不要紧，嘿，好，安尼咱好，咱个嘿对，安心自在吼。马文即句话我足介意，我定下靠即句话安慰哦。我实在一开始拢安尼骹乱手乱吼，无用甲。好，来小田，咱继续看后一段吼。小田。真正真正圆啊！这什么意思啊？来，咱继续看哈。伫遐直得来，志勤徛伫内面，看伊要怎样哦？大川包伊包一个应该是包伊吼，但伊吼印刷无好吼。大川包伊手巾青啊，槟榔青啊啦吼，手巾青啊，槟榔甲一签青花吼，一签青花吼，送互伊讲，安领才会互你无拍算的中间。受气煞亲像乌云散去，就欢喜讲你太有这吼。好来，咱读到遮，一日是来开听吼。小婷吼，都是无偌久尔吼，叫做小婷吼。我拄则我一条拄则写小等一下吼，我伫即个敲论吼，请各位小等一下吼，小婷小等吼，都是啥意思吼。真正意，来，什么叫做真正？伊是第三条，真正意啊！真正意，无是第三条啊。第三条不是读做意吗？OK， 真正意啊吼，但是我毋知什么叫真正意。正意，咱先查一下正意，真应该是形容，一个形容的啦吼。真正嘛是会使做一个词啊。哦，真正嘿，所以圆呢，圆到底圆是什么意思呢？圆无即个意思，无即个词，有啦，都是圆啊，迄个圆啦，吼，或者是圆号的声叫做圆，都真正圆，所以真正圆什么意思？听我教训嘛，无拄解，就是伊就敢若保留伊的罗马字，头前迄个改写真正安尼，嘛保留会拄解，保留罗马字真正。敢会是因为头前咧讲，伊那年转来嘛，就是志勤的大家嘛，吼，就咧摇嘛，讲可能会安怎嘛，小婷就是讲就是一段时间嘛。可能几秒钟就不管，
哦，真正伊这毋是啥物啊？伫遐直直咧来嘛，真正行入来嘛。所以真正伊，敢会是讲，迄个面容是就敢若志勤咧猜想诶，就讲，迄个啥？我用开玩笑讲，恁祖妈较好，竟然甲恁祖妈诶祖妈诶摕去用掉，咁要想起也是安怎？迄个圆敢会是即个？啊，伊目前真正就是找无讲，即个圆到底是啥物意思？敢会使用安尼猜想尔啊？看袂出来。小婷真正圆，伫遐直直得来吼。即句是毋是即所在呢？但是迄个所在的应该是主要是哦，第7条就是第7条什么翰林院、辩院吼，这个院，但是毋是院啊，伊是写第3条。啊，那莫有偏音咧，对无？真正。若无偏音，嘿，若无偏音就是可能就艺术迄个艺术的迄个意思吼。我看感觉其他的，就敢若即个尔嘛，无别字啊，吼，意外好意吼，敢若即个但是真正意是啥物意思？我嘛无理解。那真讲是真正意，就是头前伊咧猜想嘛，就讲伊安尼一步一步行入来，行活来。啊，志勤伊顶一段就咧讲，志勤就咧要讲吼，一颗大川可能两面要叫人家母跌啊，吼，小婷真正意，我猜想，若总讲无凭真正意，直伫遐直咧来嘛，对无？一步一步行入来嘛，对无？啊，志勤徛伫内面咧看一个要知，看就要爱，看伊要知样啊，就讲伊先猜想嘛，猜想讲哦，这大家迄个物件去大川家摕去府城服务司，啊，即马可能吼，即马大家转来可能就要甲大川跌啊尼，啊，所以小婷真正意，我猜想伊有偏音，真正找无意思，啊，若莫有偏音，是毋就猜想迄个意思？我咧要啦吼，伊即只即个，因为即马讲的是，伊不要讲当时啊，下远吼。下远大川若倒来，表示讲即嘛大川无伫厝内，但是呢，拄啊好伫即当阵小停啦吼，小停无偌久啦，大川就入来，嘿，所以即嘛你讲的是大川转来即项代志，小停真正意，所以即只真正意是要安怎来？是要表达啥来？表达讲大川。转来嘛，我行转来嘛。是你讲所在呢，还是讲即项代志，还是你讲时间呢？我真正拢看袂出来吼，真正伊就算内底有 typo， 我嘛毋知要正确要安怎写法吼，看袂出来。好啦，这咱实在是无法度约袂出来。但是咱即马爱知就是讲，即马讲伫遐直直得来，这是啥物人？应该是大川嘛，吼，对无？所以即句话，整个即句话就是讲，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大川伫遐直直得来，大川转来吼。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大川转来，这项代志，即段吼，算内底有3句啦吼。小婷吼，真正意第2句，伫遐直直得来，即拢是讲大川吼。安尼知就好啦。但是迄个真正意吼，实在是约袂出来啥物意思吼。好来，继续讲来吼。志勤徛伫内面看伊要怎样吼？志勤徛伫内面吼，即嘛真少要看讲伊要安怎反应啦吼，伊要安怎来处理这代志啊吼？看伊要怎样。大川包伊吼，是伊还是一？应该是伊啦吼，包伊手巾钱啊。应该是一吧，一手巾。哦，即个哦，哦，伊是即哦，系啊，一手巾。好，是即啦吼，伊写阿拉伯数字的吼，阿拉伯数字就是无确定啊，文白音嘛，啊，咱一般是讲
就一骹两骹嘛，迄阵可能无落啊无啥，就用手巾啊包开嘛。就是我看，我感觉迄个伊即个印刷吼，那敢若是 I 啊，无像是即两三个字啊。伊是毋是用 L 去准数字啊？无小写 L 准数字。小写 L， 无我感觉啊，无就是 typo， 啊无就是真正是用 E 啦吼。啊，但是 E 嘛无必要大写嘛吼，伊就 E 即嘛是讲 E 是咧讲因老母嘛，讲即个大家嘛吼。这是数字啊，包一手巾钱啊。我本来是讲，包一手巾钱。我是讲那是 E 就是包互伊哦，当然啊需要一个字啦，所以这可能是迄个数字 typo 啦吼。好，大川包一手巾钱啊吼，啊个槟榔吼。哦，对，这嘛是一个数字吼，甲一签青花吼，甲一签青花吼，所以包这个一寡槟榔啦吼。啊，所以即只吼拢 OK 啊吼，即拢槟榔嘛吼，青啊槟榔吼，青花应该嘛是啦，就是有包好诶啦。一签伊是毋是迄个啥？去敬佛的时阵啊，会铁线甲迄玉兰花撑起来，所以一签嘛。所以是另外的花，嘿，是另外，而且可能袂放做伙。就讲伊包是用巾仔包的，手巾包的，啊包啥？包钱仔甲槟榔。是。因钱仔拢是比土，只是讲迄个比土有两种，一种是钱仔的，啊一种是槟榔，拢是比土。就讲，即马人讲啥物大粒啊、细粒，还是有诶是较幼诶，做钱仔，还是讲啥物较钱仔就较钱仔，就是无个包好啦。无个包，对，纯粹诶油，我毋知个人快煲过。我感觉我个人啊，我感觉迄个油诶吼，煲落气味阁袂歹。我个人感觉，啊，毋过若包夫教夫诶时候，我感觉我就较无得接受啊。啊，所以迄个钱啊，可能就是迄就敢若去煲一个啥物，迄个纤维诶物件啊，啊，槟榔就是会破开啥物破冰诶啦，啊，破冰了阁煎一粒啥物。什么有诶包什么老丁啊，什么碗糕诶，吼啊，较最近诶就是愈来愈侪花样啊，有什么红夫、白夫啊，有诶阁有三一寡，里里扣有诶无诶安尼，啊，迄个时代可能无遮复杂啦，就是简单诶钱啊，就较幼诶，啊，槟榔就是较粗诶安尼，啊，所以伊即两项物件拢是比土啊，用巾仔手巾仔包起来，所以包一手巾钱啊，槟榔安尼，吼啊，夹就是另外一项啊，啊，另外一项。一签青花，啊！你青花有可能，可要讲我知是玉兰花较济，去庙里是玉兰花甲什么花啊？我真袂记着。细蕊啊，嘛拢白色诶，拢白色。我理解拢白色。啊，当然，伫即个1926年即个时阵，牧师咧写诶时阵，迄个时阵敢是玉兰花，我无确定，我看袂出来。伊敢若讲是一签青花嘛，所以是即两种。算讲对要。敬神、敬佛，还是敬祖灵，可能就是用这物件去敬吧，大概是安尼。我的理解以上。OK， 青花我嘛所知影是玉兰花啦吼，即嘛甚至即嘛伫咧路边，阁有人伫咧路中吼，阁咧卖吼。青花，青是生鲜啦，真生鲜超市迄个青啦吼，迄个新鲜吼。迄个各位吼，做哪位你讲诶？你讲迄个槟榔等到迄个做老花啊啦，老花啊嘿，就是一个该切细底啊，甲迄破面叶做伙啊。无对，啊，则佫破迄个迄红夫白夫啊，红嘿。啊，其实你迄个槟榔食伤济啊，无敢若无掺迄食伤济会落屎。伊是足冷诶物件，迄冷诶，所以咱青啊诶，迄个人，迄个做事人啊，有当拢爱试食，啊你啊一直试食，挽一地个试食，一拍哟，一盘一拍都爱试食2粒几粒，食到规工来，胃会转去就落屎，老噶，食。啊，毋过嘛，足奇怪，你毋知捌看无？阮即摆厝对面吼有一间底用槟榔诶，包槟榔诶，
我哪会当看伊用迄个脱水机啊，就甲迄青啊吼，用迄洗衣袋啊吼，啊甲装诶，啊落去脱一个，啊才佫摕开，啊才佫到迄个流回啊，我毋知影是安爱脱水。因为因会洗，洗了会含水嘛，所以可能我印象中捌看过，因为当时是用布漆，可能因为你是用布漆，你即块布要切几粒、50粒、100粒，我毋知，所以有可能伊都用，直接用迄脱水机直接呢刷过了，伊迄个伫迄个冰冷外口皮含着水就刷掉、抽掉。安尼较打一寡，原来嘛是不是至少袂有水分啦？因为我咪咧讲专业即个部分，报道者 reporter 伫咧差不多正10年前有报台湾当头当摆有200万人靠槟榔里食青，抑毋过槟榔去互卫生署即马卫福部公告做第4级的致癌的物质，抑毋过看伫即2年啊，已经敢若讲。甲迄个身份敢若剔除啊是安怎？因为第4级是表示讲，迄个毒理、药理啊无真确定。第1级、第2级、第3级是真确定，第4级是无遐尼确定，抑毋过就是要那种徛伫咧照顾国民健康的角度，原则上是无应该温顺，抑毋过可能即几年啊，因咧正槟榔的讲，人阮嘛要来申请有机啊，人阮嘛要来创啥。所以即马即2年啊，因为我看的报道是差不多6年至10年，我袂记一啦。即2年啊，全就算甲迄个管理莫遐严格，因为在过去官方就是歪插，等于无即个代志。伫台湾就真正讲有200万人靠这食青，有诶是真正捕槟榔诶，有诶是咧做槟榔产业诶。反正目前就是变成讲，伫台湾就是政府只好管理。其中一个可能开卡车，有诶人是输毒品，互伊家己有精神。抑毋过遐有一寡人伊会讲，你敢要叫我输毒品，互我有精神，开车较顺利？我无法度，我只好食槟榔。因为有一寡开迄个长途货车诶司机有即种讲法。反正目前我近2年啊看到就是槟榔目前伫台湾算讲有政府管理啊，就对啦，大概是安尼。以上。感谢啊！槟榔好，咱无赶时间，所以大家开讲袂要紧。其实阮小弟开槟榔搭，但是去看我其实我无介清楚，我嘛毋敢问。因为我看伊的有时伊会用，就是拄则秀子老师讲的，因各碎了后，伊就会摕去用脱水机甲脱过安尼，水甲秀现杀就对啦。好致癌的可能是包好的啦，就包迄个你讲白红荷白白荷迄种。槟榔本身有一个做生物碱，槟榔本身就会啊，你若无包好嘛会哟。我就是伊就是槟榔即个食物本身，迄个皮的部分是因为。即几年啊，我看迄个报道，迄阵伊讲有诶人反正伫内底掺一寡物件，甚至有诶人会掺一寡毒品，一输输啦，就是可不毒品嘛足贵诶呢，反正就等于是对生意人来讲是咧甲人客偷啦，偷到你食我诶槟榔食甲掉咧啦，你无来找我买，你北京榔食袂下就对啦，有即种情形在过去所以。目前就是讲，迄阵我看迄个报道就讲槟榔即个产业其实是有乌道伫咧换，因为乌道伫咧换，所以你袂看到什么米价无好、西瓜价销无好、蒜头、土豆什么无好，农民就要起来抗议啥。就到目前为止，你伫台湾是完全看袂到有人会去抗议讲，槟榔哪里俗，我要起价安怎？伊就讲迄是因为有乌道。伫咧换而且迄每一担槟榔担，拢有背后人已经伫那种管甲好势，就讲即个范围内底，就是敢若即个槟榔担当然，伊讲可能有2个系统啦，就讲，反正有钱大家趁嘛，莫大家淡仔下介绍，下甲变成讲，迄个啥，
杀到见血见肉啊，血流成河，结果趁无物件嘛。啊，实际上就是讲，因为有这个合作，毋是台面上的力量伫咧花，所以会使至少大家拢有钱赚。趁大无一定，要毋过就是反正伊就讲，毋是政府管理介入的嘛。啊，当然这2年后我无去对我毋知，反正我刚刚看到讲，卫福部遐算讲已经有甲即个槟榔，算讲卖用第4级的致癌物质甲伊管理。啊，其他槟榔本身真正就迄个生物碱，就讲第4级，要毋过其他什么老叶啥。啊，虎的部分伊就是讲，因是毋是讲要叫伊爱去检验啊？是安怎我袂记起来。我伫在早期就是迄个时阵无政府介入的时阵，真正就是，就敢若即马台湾的足侪农药嘛是啊，有一寡业务就对大陆、对中国遐进入来，讲这战啊，实际上迄拢无经过咱遮官方的算讲啊检验嘛，就是一个麻烦啦。目前就是有这个状况，啊，槟榔这个部分，这2年我无真正去录较后壁，我就无确定啦。以上。OK。我所知的是，我毋知啦，因为阮弟弟的槟榔摊，伊自开我就知影，甚至我即马逐年等于我拢会去伊槟，我逐工嘛去伊槟榔摊遐做吼。啊，我是因迄遐当然伊附近佫有开另外，别人佫有开另外一搭，但是阮弟的生意比伊较好遮多，因为第一点是先开，第二点是大家较关系食伊的啊。无乌道伫遐管理啦，讲即间来再想开无啦，是无啦，我知影是无啦。啊，但是当然像阮弟吼，伊本来就交往就较复杂吼，毋是讲交往较复杂啦，就是伊就爱交朋友，嘿，就空交啊，所以就侪朋友爱来槟榔摊找伊开讲泡茶啥吼，所以出入哩人就看了，敢若就复杂安尼吼。啊，其实因为我嘛逐工去哦，所以我知影是无啥物。除了因伫遐会跋一下牌啊啦，吼，无做啥物歹代志啦，吼。啊，当然跋筊就是有时啊，就是会吸引一寡歹人入来嘛，所以毋是好事啦，吼。那敢若是泡茶开讲迄时阵，对伊是无啥物问题，吼。啊，都主要是讲人出入复杂，你就感觉印象都无好安尼，吼。好啦，开讲啊，遮你若有兴趣要问的，我拢会当问啦，吼。看伊为虾米会用迄个。去缩水啊，去啊，或者是啊，内底包迄个啥吼，外口叫做老叶啊，内底叫做老花，可能是安尼。我其实我嘛毋捌去甲问过，足奇怪，我拢毋捌斟酌去甲问过。啊，我较早有时去会，佫摕1-2粒仔插咧食吼，即嘛就较无啊。迄是食趣味尔啦吼。啊，即嘛就袂兴讲要食啦吼。啊，但是食嘛无啥物特别感觉啊吼，因为迄其实。头一喙是配掉啦，后壁则是吞落啦，后壁则是喙软来吞落吼。迄头一喙啊配掉因伤强嘛，迄吞落真正是哇，迄像我含咧食久久啊，食一遍吼，规身躯拢烧落起来，迄就真正足赞诶，你若嘿。对啊，规身躯烧落起来，嘿，出汗嘿，规面嘿，烧烫烫。食落拢足啥，足冻寒啊！你啊，我毋知会冻寒袂，但是规身躯拢烧落起来吼。好，咱继续。是石虎掺水了就会发热啦。嘿嘿。啊，所以吞落去就规拢烧落起来尼啊。我拢食青啊较侪啦，因为都摕伫遐咧拣槟榔嘿。较袂有即个状况啊。摕伫遐拣的时阵，我就摕人无包过的嘛，人要要加工过的直接摕人，嘿啊，较袂人你做工，你共摕人做个工的，我较袂去人摕的吼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。每一档拢有一粒倒吊剂啊，讲迄个倒吊剂就是讲有不哩啊强，迄个浓度较悬的倒吊剂，讲有诶身体若袂堪吃，无就一粒，人就可能就规个心脏会加速，啊袂堪吃就加速开安尼。所以讲，因你采收的时阵啊，爱特别注意，甲迄个倒吊剂特别紧出来处理掉，毋好算啥，诚做商品啊，就卖出去，啊无迄可能真正。我莫讲倒吊剂，我平常咧凊彩摕一粒啊，安尼剥一粒，我就有时都人就要挡袂掉啦。因为我你敢若是大学的时阵试过吧？我就讲纯粹青啊是感觉
我个人感觉气味袂歹。后来我无食当然是迄伤强啦，袂想要去补啦。当补顾惯势的人是袂啊，阮久啊一遍迄好，挡袂掉。好来，咱继续看落啦吼，安宁吼，食诶互你吼，大川就安尼甲老母巴结啦吼。你看这，伊敢若是孤囝啦吼，大川敢若是孤囝，所以老母疼，这是一定诶吼。伊嘛知影讲老母绝对会生气嘛，这是绝对诶，哪有可能讲无想到这项代志？一定想到，所以转来时阵早着迄个吼，单路传好啊吼，单路已经传好传便便啊吼，看毋是细就开始水摕出来吼。安宁食会互你吼，老母看了欢喜，本来就是疼囝无，本来就是生气嘛，袂安怎啦吼，但是佫看了佫摕个问转来吼，佫单路佫杀转来吼，礼数有够吼。无拍算的中间，受气煞，亲像乌云散去吼。无拍算的中间吼，你会安尼来表达吼。无拍算的中间吼，你若华语要安怎讲？我嘛毋知华语要安怎讲，就是你要表达讲本来就生气，忽然间就无生气啊吼。不经意啦。不经意哈，对，不经意吼，无拍算的中间吼。无拍算的中间，不经意啊哈！受气煞亲像乌云散去哈，受气煞，受气不这个动词的做名词用哈，煞亲像乌云哈，形容哈，这个修饰这里事理我看嘛哈，大家要安怎读？我的帽子都无去啊，好来。我真正 keyboard 嘛无反应。无用，idol，是 idol 款。对哦，好来，拄则够开讲。咱真正会当安尼开讲，迄是袂要紧的，因为咱本来就一直拢无咧赶时间，吼，咱就拄着好的主题，咱当来开讲袂要紧哈。汉字啥拍毋着所在。Ctrl X 汉字，色吼，色他胎吼，色他胎吼，刚才在修这三个音吼，他的增他，咱种安尼讲白话安尼讲吼，色吼，粉饰，修色吼，好，安尼所以我就讲这个用来增色哈，增他啦，拢会使哈。就是受气煞亲像乌云，煞亲像乌云哈，就是用来你形容这个受气啦哈，消散，就那亲像乌云哦。这是你伫咧文学上，你咧写表达的时候，文学上文字表达定来用安尼，或者是平常时你考试的时候，你嘛拢会用一寡形容吼。好，煞亲像乌云形容无一定讲那罐头，大家拢安尼用啦吼。无你若有好的想法，你若家己有好的迄个想象，你会当用好的即种，用你家己感觉佫较活跳的迄种形容的方式吼。所以敖的人就是伫遮吼，受气煞亲像乌云散去吼。好，到遮，过来后一句讲，就欢喜讲，我看下时间，剩1分钟。就欢喜讲，你太有这吼，即个欢喜讲当然是老母啦吼，讲你太有这吼，你若有这物件吼，你太有这吼。我毋知古早时代槟榔摊有改做无吼，即嘛是当做的时阵吼。伫咧每一个交流道骹吼，开几啊档吼，或者是较大条的即个公路边吼，定拢有吼，几啊档安尼。用力就是迄个去交流道遐嘛，五股嘛是啊，就拢交流道的所在拢
足多诶，尤其是大客车、大货车这种诶。阮弟，其实阮弟弟嘛讲，伊讲即马槟榔搭已经减足多啊。伊讲即马少年时阵诶，较无咧车，嘿啊，较无咧车啊。减足多啊，对啊。因为我读大学时阵有新加坡诶朋友，迄讲看到，就是讲旅游诶车写到遐去，所以来台湾拢要去看槟榔车是安尼。哦，安尼啊，即马已经较少啊，而且即马伫中立遐原来是个即种穿插，就是穿比基尼，穿迄个什么，什么。薄纱吼，就讲哪看有哪看无安尼啊！因遐着真做，伫中立遐着真做即种特色啦，就是交流道来火车头诶方向迄过差不多无甲1公里，500-700公尺啊，环西两边边拢有嘛。当然我真久无对遐经过啊，我伫真正差不多2-3间厝，着一间2-3间厝着一间啊，所以迄对交流道来，火车头诶方向，迄个较大通路诶所在，真正两边边啊拢环西。你若讲几百间诶槟榔档，嘛无算超价。算讲中部讲也不为过的对。啊，是即几年我即久无对遐经过，无确定遐，阁有，原来阁有，只是数量可能真正无遐济啊。迄拢是为着要抢各路客啦吼，因为你若抢各路客，你都要想办法吼，较请北个吼，较抢眼珠吼，华语来讲，抢目睭诶，较请是安啦，大概来讲较请北吼，早有一个生意啦吼，啊，但是像阮弟因即种槟榔档吼，因拢食在地客，对，就是迄拢是。定甚至是逐工来甲买诶，老主顾，嘿啊，老主顾，迄即只车停落来，阮迄就知影讲要包偌济，包啥物款诶，拢免讲直接摕去就互伊啊吼，所以就根本就无需要去请一个小姐讲请安尼来请北吼，无迄个必要。是讲请北去，咱来查一下吼，查一下，这个数请北去，抢眼啊！兄北啦吼，我是讲，我看卖兄北有即种讲法无？我是讲对啊，讲毋对。兄北是有啦，绝对有啦吼。我因为 HIANN 吼，咱先看有诶。我怎么写？好来 HIANN 兄北，这是第二条 BAK 吼，第8条。兄北羡慕吼，引人注意吼，周端较兄北吼，所以就兄北吼，就是讲啊，槟榔搭查某囡仔穿薄纱、穿比基尼吼，较兄北。啊，我讲请北请第7条，安尼可能我讲毋对款，还是第2条。嘛无 CHHIA 无吼，安尼可能是读我兄北读走纸去吼，兄北好。讲啊对讲就是讲像阮弟这拢趁即个在地客，或者是固定客户者吼，啊生意阁好，啊所以根本就无迄个必要吼。啊，其实阮弟讲这嘛是根本啊，这才是真正是根本吼，因为你槟榔诶口味。系啊，对，较做会久长，啊，你槟榔的口味好嘛？伊其实拢走去啥物？我袂记去啥物，伊敢若去个，譬如讲南投，伊是叫做南投槟榔，嘿，都拢走去南投去挂号安尼。啊，固定的迄个头家，因规片的槟榔园拢固定去甲挂号安尼。啊，所以迄个品质都稳定安尼。啊嘛袂讲为着要趁钱，就是成本加，就是我当然伊是塔起哩啦。我意思是讲，即嘛大出价钱较加的时阵，爱着价钱着放较低。即嘛较小出，啊，着只好价钱悬嘛，啊，着只好摊较悬吼。啊，但是品质着稳定，伊固定的即个挂工一个头家的即个号吼。好啦，咱继续看咧吼。好，老大家讲你太有这吼，讲有喏是台川
是我讲有咯，刚才讲到这尔吼。后壁就是讲是大川知影老母所意爱是青仔、槟榔甲青花吼，所以大川知影讲老母就兴这味啦吼，介意即个所以就摕这来甲高正，来甲巴结吼，互伊袂生气吼。好啦，咱读到车啦，因为时间已经超过吼。古早时代要食槟榔，其实嘛无讲介困难啊，但是可能无像即卖遮方便吼。你路边倒槟榔搭吼，较早可能要专工走去啥物店去买，可能无遮简单啦吼。我毋知啦，因为我自细汉我就看阮爸咧买槟榔咧补吼，所以伫迄个差不多40年前诶，槟榔应该安尼讲，槟榔伫台湾诶历史几千年啊吼。原住民因捕槟榔吼，查甫查某拢捕，摕来你孝敬祖先吼，敬拜即个拜神吼，这是足正常诶啦吼，并毋是啥物稀罕诶代志吼，所以槟榔都是台湾文化之一吼，槟榔甚至就是台湾诶历史传统伊诶传承诶一部分啊。当然你要讲伊歹，当然嘛有歹诶所在吼。但是即部分是袂当讲无互少年就知影吼，因为你伫咧讲起即个平埔族文化诶时阵，槟榔是绝对其中一个足重要诶因素啦吼。我毋是讲要鼓励大家去捕槟榔，我是讲你爱知影即代志，毋通当做讲槟榔是外来品吼，是当然伊可能是我感觉嘛毋是外来品，因为你若讲变成你若讲我毋知马来西亚迄边安怎，菲律宾迄边可能就有啦吼，因为槟榔，我知因有槟榔园所以无定是算对台湾输出的吼，毋是讲对菲律宾引进吼，我毋知啦，因这是1000年前的代志吼。好啦，安尼咱今仔讲到遮吼，咱后回再继续读26页吼，今仔日后壁无读的部分，咱以后再做一来读吼。好，安尼到遮，敢有啥物问题是要开讲的？好，安尼我看留足侪，但是应该无看到啥物笔记啦吼。好，安尼到遮，我来归班吼，感谢各位。